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风台，烟花风台瓦近，新竹县的山区雨落无停。县府伫昨暗就宣布讲，五峰乡、尖石乡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目前中度的风台烟花伫宫古岛南边的海面上，以每点钟8公里至1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沙叮当，挖进咱台湾东部的海面。虽然风台行的路线继续偏北，也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讲，下晡赶快有机会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因为暴风圈嘛是有机会会飞过东北角。请大家务必撤离，或者是一区不能留在现场或家中。警察开警车到初步下骹，用车顶的放送系统向居民放送。烟花风台虽然小可向北边偏，外围环流带来雨也是真大。我们一定要撤离，假如没有撤离的话，警方将予以开罚。所以，请你们等一下移动到我们的灾害收容中心。派出所的所长甲村长一个一号到村民的厝内，请特别送到收容中心，因为新竹县山区雨落未停，包括北部、五峰、尖石等真侪乡镇，累积雨量拢超过200毫米。北部乡的五指山，昨到今仔日的雨量330毫米。县府伫咧2日宣布，五峰乡甲尖石乡的各中小总共17间学校，23停班停课，雨也雨水库拢正饱。桃园的石门水库这2天总共雨量超过120毫米，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也继续调节放水。中度风台烟花昨晚伫咧宫古岛南方海面，速度真慢，1点钟8公里到1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挖近台湾的东部海面。虽然有小可向北边偏，不过23下昼也是有可能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风台期可能会流流啊卡到台湾的东北边。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雨量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要留意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而预计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将是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气象局讲，风雨加海面上的影，23会搁再增强，尤其是23暗开始，雨会愈大，中南部的山区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烟花目前行速度无紧，豆豆咧挖进咱台湾，强度赶快维持伫中度，无搁增强。打算日时开始，行速度就变较紧。气象局伫头段8点40，嘛有上新的气象预报，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第6号台风烟花，它的目前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约420公里的海面上，相较于昨天一整天近似缓慢的速度，在昨天的深夜到今天清晨，台风稍微有点加速，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我们预估它未来还是以每小时8转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在它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暴风圈未来将逐渐进入我们的整个东半部的海面，包含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跟东南部海面这些地区都要严加戒备。而过去整天都受到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我们从雨量的观测图上面可以看到，从21号到23号这一段时间，整体的累积雨量最多还是在整个北台湾地区，尤其在新竹县超过400毫米的雨量。另外，在苗栗、桃园、新北、宜兰也都超过200毫米的雨量。除此之外，在中部的台中跟彰化地区，有一些地区有一些局部大雨出现。我们要提醒，下雨的情况到今天到明天都还是持续，尤其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过去3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相当的多。而这样的降雨来说，在今天整体来说都还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白天的下雨是如此，那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雨的趋势，在量值上来说，趋势上是增加的。这跟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相对台风是最接近的时候，所以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情况之下，下雨的情形是更明显。而最近就适逢大潮。适逢大潮期间，像这种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尤其在涨潮的时间点前后，比较低洼的地区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淹水的情形。而至于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浪已经逐渐明显起来，从过去观测都2到4米的浪高，甚至在我们看到马祖地区，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这些地方，都已经超过4米的浪高来看，海边是相当危险的。
而且预估台风在这更接近的过程当中，包含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地区甚至会有达到6米浪高的情形。请大家如果没有必要，请避免到海边活动。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新竹县咧落大雨，南清公路昨早车路崩塌，交通断去。经过抢修，伫昨昏尾暗仔已经恢复通车，也毋过这2天雨嘛继续落，所以乡亲爱细致。怪手甲一粒一粒的大石头搬开，工人嘛赶紧利用电锯，甲倒去的树仔锯断。新竹县得当往来5号的南清公路，2日透早因为山顶落大雨，造成道路中断，专线封闭。现在要抢修了，他现在正在锯了。这要抢修了，对不对？马上抢修了，这应该很快，应该很快。经过工作人员的抢修，中道已经恢复单边通车，按算尾暗仔会使恢复专线通行。台风的原因造成了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土石流整个做崩塌。目前我们也请县政府来做赶快抢通的动作。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测，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这几天，我方向雨量会到250毫米。若再来正大的风雨，山区土石松软，较容易崩陷，提醒民众尽量避免上山，以免发生意外。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台新银行中和分行一个姓周的李专，10年来是假照讲要推销基金、甲股票，也有再更这金融产品，偷用高位客户的存款3亿4千多万，偷用的金额创下新高。台新银行昨昏是互金管会冻罚3000万。金管会是认为讲公司无做好监控，因为台新银行毋若中和分行、西门分行、北大园分行嘛拢有这款例，所以金管会决定要冻罚台新银行3000万，嘛要求讲爱限期改善。这嘛是金管会针对高一间银行发上当的例。台新银行是表示讲，因会检讨会改进嘛要求员工，而且一定会保障受害客户的权益。伫台湾，咱台湾伫跆拳道这个项目是真有赢面。即届咱有4个选手去比赛，嘛希望会当伫东京奥运摕到好成绩。第2摆参加奥运，这是选手生涯最后一场的国际大赛。跆拳道国手刘伟霆顶届利用奥运在8强就挡掉咧，不过这届会当学，伊讲无心理的包袱啊。早起来到无锡区立中央体育馆进行比赛进前的练习，心情是轻松的，伊讲拍算好好享受比赛。这一次心情是蛮开心的，蛮期待的，就是想说，毕竟是最后一场，就是好好去享受，然后就是拼到最后一刻这样。另外，头一摆参加奥运只有19岁罗嘉玲，伊讲选手村的面床伤决定，用1-2天才适应。不过奥运的新手无受到影响，调整了后，坤爸爸甲男队友黄玉玲练习时无得客气。第一次的话就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感觉比较刺激，这样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紧张。还佫有拍算无爱互家己压力的黄玉玲，知影讲家己即要放较轻松的，就使发挥实力。即摆比赛是无观众，伊讲气氛可能会亲像友谊赛，不过安尼也袂讲无好。友谊的长存的那感觉，对。所以有观众感觉会比较嗨啊。对，有观众会比较能就是加油加油，再踢一下这样之类的。可是偶尔会有点太嗨，就变成踢到没力了，有好有坏了。当然我们就是准备好了，我们就上场尽全力去发挥。对，那我相信选手会给国内有不一样的感觉。市场满额门票，练习场内使欠一个咧。原来参加49公斤级的苏碧雅为了控制体重，伫选手村进行脱水，所来2-3要来量体重。头一场的比赛就是由苏碧雅在24拍头阵，其他3个会在25甲26来出赛。4个人的目标拢同款，就是全6日夺得奖牌。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东京奥运，咱伫柔道这个项目有3个选手，目前嘛拢伫日本训练做最后的调整。因讲因即摆嘅状态甲状况拢真好，对比赛真有信心。咱体育署长张小希昨昏嘛专工去替因加油。若无胜过代表队有4个无共量级的查某选手，上紧7月24拜6就会出赛，嘛是咱台湾伫这个项目会当摕到牌，真热门的项目。加手正溜亮，国家动拳。
中华拳击代表队4位女子选手，除到日本东京了，逐工拢会用1点钟久的时间，伫体育馆内面做最后的调整甲训练。现在是希望让自己找回的是一个比赛就是平常训练的一个状态，就是希望说，慢慢进入到那个渐入佳境，然后到比赛的时候，线上胜诉一旦激发，然后就赶快全力冲刺。中华拳击队这边由陈良琴、林玉婷、黄晓文甲吴思怡轮流比赛，其中林玉婷甲陈晓文也该注意控制体重。所来上紧伫7月24这礼拜六，就第1位选手要上台比赛。中华柔道队为了要模拟实战，用勇为上熬的这招杀国家第1连续机，要靠这招赢到比赛。就是信心非常大，非常有自信，先专注在自己身上比较重要，其他的也就是还行。因那女子选手林金河、针机、立机基本功拢练甲正在，这边甲连金玲这年代表台湾参加比赛，经过积极的训练，身体调整甲正好。我调整得非常的好，就是很像，因为常常来这里，很像是回到这里练习的感觉，要比赛的感觉这样。这届奥运柔道正受期待，体育署长张孝熙也来慰问加油。我想我最主要是代表国人，来一起来帮选手加油，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负担。在固定的期待下，中华队的选手全力参加比赛，希望在世界舞台展现台湾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加向请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欧盟气候监测机关发布气候的观测报告，今年6月份是北美洲上热的6月。澳洲今年6月份平均的温度嘛是史上第2高，美国加州甚至出现54度是全世界上高温的记录。专家是表示，会遮尔热，拢是因为气候反常，全球暖化。来看自由时报，7月2日，防疫警戒有机会会对3级降到2级，行政院拍算伫今仔日会做出决定。所有安尼内容其实早暗就伫网络顶头流传，室内上侪50个人，室外会当有100个人。若是会超过，就是爱提出防疫计划。另外，结婚车人客、公祭去念香，拢会使开放。旅行团的人数嘛有放量到一团会使有50个人。来关心中国时报，高端预防社进前向社署提出资料报警，这资料属外泄，对资料内底会当发现讲高端拍算要扩大生产，也毋过产量变大了后，做出来预防社这数据这差伤济，所以有8成预防社拢互退回。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30个本土病例，嘛有4个人死亡。伫死亡的个案当中，嘛有一个是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患者。那预防社部分，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已经甲美国的莫德纳公司签好2年，有3500万单预防社合约，拍算伫明年甲后年会分配出货。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清悬，指挥中心宣布，22日新增加30例，15例男性，15例女性，个案分布以台北市甲新北市各1例上济，过来是桃园市7例，新北市1例。双北确实完全要清零是困难的了哈，不过他们相对也是这里面不明感染源的，也越来越少。那群聚也越来越少。那这里面很多都是原来的，不管是家户或者是在同一个 group 里面这样子所衍生的。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国内21日已经完成202449个人注过疫苗，累计注5894500人，疫苗注射率达到24.35%，基数人口比是25.1%。原来新增加8例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的事件，包括着5例AZ疫苗、3例莫德纳，另外有4例原本AZ不良通报住院了后死亡，其中注莫德纳了后死亡个案当中，有一个36岁男性，是国内上少年注莫德纳疫苗了后死亡的个案。到底国内疫情有较平稳，疫苗注射率渐渐升悬。26了后，疫情警戒也可望降级。指挥官陈时中证实，相关指引差不多定案。好亲像有即条经营的美容按摩业者会尽量开放。若是8大行业，就离即个放宽是比较较远，而且降级了后，挂喙暗过来洗手，也甲保持社交距离，拢是爱做甲到。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已经甲美国莫德纳公司签2年，拢总3500万剂新冠疫苗供应合约。
会伫明年甲后年分配供应基础剂型疫苗，也甲次世代追加剂型疫苗，供应更较侪族群注射的需求。同时话已经加买100万剂莫德纳疫苗，会伫今年第4季来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因为有8例内底是拢伫隔离期间确诊，所以市长郭文杰即马是要求讲，从今仔日开始，居家隔离拢要去住防疫旅馆。另外，伫松山火车头的 CityLink 1号店有员工确诊，伊即马上班的场所爱停业停到24时，嘛爱做消毒。台北松山车站 CityLink 1号店有员工确诊，而已紧急停业。台北市府表示，馆内3楼无印良品员工确诊，要接触过桃园确诊个案，因5504例。20接到桃园市政府通知采检，而已确诊，暗号是15609例。市府也公布7月7到20行踪，15609例，伊住伫桃园，坐火车为桃园到松山来上班。那7月9号到7月15号，他每天的行动，因为他是桃园跟台北通车的。那除了7月11跟7月13除外，这2天他没有搭车。进前由家人确诊者15540例到松山车站 CityLink 1号店2楼设计，可例22人，目前拢是阴性。松山区的行踪还有便利商店员工15562例，7至到17这段期间拢伫新东街福源店的7-Eleven工作，请大家提高警觉。20日台北增加11例本土个案，其中8例是居家隔离阴转阳。台北市长郭文天强调，为23开始，只要是可例居家隔离，拢会强制住防疫旅馆。明天起强制上线，那不然的话，我们每天一个感染，那变成居家感染、家务感染，所以一个都变5个。因为有风台，花圃精验馆23到25暂停做疫苗，其他的注射站那是因为风台影响停止做疫苗，民众应依照中央指示，各上网络有约。市府宣布有利恒甲安亲班即日开始未解封，补习班已经1.2万人完成注册，就等中央核定名册，配发疫苗什么时阵做完就应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9亿例，死亡人数有414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3个病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511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8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5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6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9万例。要控制疫情，定着要靠预防射，严格有的国家预防射的数量无够，若有的国家是因的政府要求民众注意预防射，佮引起民众反对。伫欧洲的希腊，因的政府即马拍算要立法，要用法律来规定医护人员一定爱去做预防射。严格这项政策引起民众不满，甚至佮上街路抗议。警方发射催泪gasử佮用喷水车来赶走夜店顶地行来抗议民众。这波抗争原因毋是为经济溯安措施，是不满政府拍算推动强制挂催安的规定。根据政府提出，但泰国会审期的草案为8月中开始，私立医疗院所医护人员确实无完成做疫苗，以欢迎强制者员工留职停薪。同款的政策也伫美国纽约出现。On August 2nd, all of our health and hospitals staff, all of our clinical workers for Department of Health, every single one of those employees has a choice: get vaccinated, the better choice, or get tested weekly. 美国虽然疫苗数量充足，不过各地拢出现自议员降低、覆盖率成长较慢的情形。在Delta变种病毒威胁之下，纽约、旧金山等地方政府拢想办法来改善。
另外，信仰伊斯兰的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目前都是重要的再生节，不过政府甲民间现阶段上关心的也是新冠病毒疫情。伫医疗资源严重无够非洲，突尼西亚政府虽然开放50岁以下大人应注疫苗，不过未少人反映，就算提早赶到疫苗注射站，也是无疫苗通知。另外，医疗人员也指出，因估算差不多5%到10%的感染者爱住院治疗，不过病床甲疫苗同款严重无够。医疗体系用为崩盘。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决定要进行第2阶段找找病毒源头的国际调查，不过中国拒绝参加。美国是批评中国无负责任。来关心欧盟答应讲要捐1亿6千万吨预防射，予一寡较善者较弱势国家。不过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目前欧盟敢若提出400万吨无够约束的三拍。来看东京奥运，伫今仔日下暗要开幕，表演的内容下暗才会知影。为着要确保安全，日本嘛有出动6万的警察去维安，这规模算是史上上大。东京奥运下暗就要开幕啊！咱的体操项目18岁选手丁华田是这一届年会上届少岁选手，嘛是一个查某选手，咱做伙来看伊是安怎练习甲准备。继超过51年，台湾阁有女子体操选手参加奥运。18岁丁华点伫奥运开幕前一天迎接伊唯一一摆的赛台，也就是正是去到到时阵竞赛主场地有名体操竞技场来展现技艺。不过，就伫6月结婚的时阵，伊又开始愈来愈无自信。经过甲教练带行程讨论了后，决定4项当中放弃跳马甲自由体操，专注伫高低杠甲平衡木。其实不会太紧张，然后平衡木适应的还算不错，就是动作连接都算是有成功，然后动作也有做出来。18岁丁华点不只是这一摆中华代表队内第上少年的选手，同时也关系台湾超过半世纪了后，女子体操选手伫奥运的表现好歹，所以任何所在拢要注意佮注意，调整佮调整。亲像顶半年本来必然成退的动作当中，都有4个串接，为保险最后决定改做3个串接，互稳定度更较悬，朝向决赛目标。因为比较稳，然后加上做这套的压力比较小，所以真的比赛的时候可能发挥会比做4串的那一套还要好。伊典型动作边仔摇真侪裁判咧看，听讲赛台做好，有希望增加印象分数。裁判也爱透过赛台观察选手动作，先做功课，才拍出上准确的分数。伊伫奥运进前降低起评分为6.5到6.1。希望赢伫一个比赛时阵，赢更较稳定，提悬进入决赛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东奥大车拼奥运伫下暗要开幕，即届咱台湾队有真侪查某囡仔的女子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亲像空手道的女将文姿云，伊就坚心要摕金牌公赢倒转来。查某囡仔运动员是无输查甫囡仔。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做伙替台湾选手加油。对比赛小阵的技巧是真熟手。气势是真惊人。文姿云前5岁就开始学空手道，高中3年的时阵，摕到全中运的冠军了后，嘛互伊更加坚定要伫咧竞技的舞台顶成功的决心。即届东京奥运头一届增加空手道的项目，文姿云早就伫咧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准备年外的时间啊。这几年来，我们比较常就是，比如说练1个月，然后出去比赛，然后练1个月出去比赛，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备战的状态。对，但是今年比较难得的是，我们待在中心比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好好检视自己的不足。文姿云捌伫咧比赛的时阵受伤真严重，迄当阵就是讲做选手的日子大安尼要结束啊。不过，伊用伊坚定的意志，伫咧3个月了后，佮重新登去比赛，而且持续摕到好成绩。安怎甲困境共存的信念，是伊会当摕到奥运资格上介重要的原因。台湾的运动员有一种特质，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很不服输的精神。其实奥运殿堂对我们运动员来讲，它就是一个最高的殿堂。对，那刚好在这个时候，然后
在我自己运动生涯最巅峰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子的机会。坚强又韧性的女性运动员，当一步一步要加入运动竞赛上头坎的比赛场。因若即届东京奥运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无开放观众入场。虽然咱无法度去现场，甲咱台湾的选手加油，不过咱会当予因上大支持，嘛希望因从细汉绵软练习甲科学化的训练，会当予因伫咧运动的这条路行了久长佮稳定。记者罗敏竹、连新维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来关心咱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30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205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有新北市有6734例，台北市是4756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63例，苗栗548例，嘉南有312例，彰化270例，台中是205例。另外，伫昨昏嘛有新增加4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511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205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Delta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有17人去验着，其中邦寮果子农的看守不幸过往，这嘛是目前咱台湾头一个去验着Delta变种病毒死亡的案例。受Delta群组感染影响，停诊16天的屏东邦寮病院，为7月14恢复营运了后，社区生活也恢复正常。不过，却传出不幸消息，当初居住地以来，互人感染的Delta变种病毒的14816例，邦寮果农太太伫1日下晡不幸过身，将做第一个Delta过身的个案。6月29日确诊后，收治负压隔离病房治疗。那由于他的病况转剧。因此插管治疗，那在治疗期间情况一直没有好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冠肺炎跟肺炎的一些这个呼吸衰竭的并发症而过世，病程没有跟其他这个非Delta病毒有特别的不一样。14816例有高血压甲糖尿病，因为陪先生看医生，真一摆进出邦寮病院。6月10日，技术甲邦山确诊者共用候诊区互会着。同款确诊的先生，因为还在住院，无法度见太太最后一面，心情是真艰苦。就是非常的自责，非常的内疚，感到这个懊悔，怎么会因为去一个就诊回诊，然后就感染到了。屏东Delta群组感染源来自6月7日，为秘鲁登台湾的祖孙仔，传到隔壁亲情、被害者司机甲亲友，也佫有邦寮果农翁某，总共17人确诊。目前除了一个死亡个案，3人住院当中，其他拢已经出院。家己烘家己好啊，爱挂目镜、挂口罩，其实爱较细意的你俩啦。连去买个早餐也是要实名制啊，所以我是觉得还 OK 啊。在邦山邦寮引起惊吓的Delta变种病毒出现第一例死亡个案，按国民众普遍认为做好防疫都唔惊去为着。邦寮乡公所也呼吁民众用更较温暖的态度面对确诊者，互疫情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本土病例有转好，也毋过也未收煞。伫桃园就出现网络交朋友特殊关系案件继续咧逼。桃园昨昏新增加7个确定病例，内底有5个人甲这病例有牵连。市府是呼吁民众伫疫情期间，人甲人同款是爱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市长郑文灿嘛讲，若是有暗砍疫情、暗砍事实一定会重罚。关键清消，因为确诊者行踪遍布卖场、公园，桃园市自治各增加7个确诊个案，其中有5例对属感染源源头，是特殊交友款感染个案的家属、共大朋友甲同事。这波病毒传播链一个传一个，一直传开。卫生局搁一摆呼吁，主动提早自我体检。那这社交活跃的人，他常常有个特性，他们喜欢用一些社交软体那去寻找。一些朋友，那这个朋友可能会把就是病毒的传播链，我们还是会避免不必要，而且是过度亲密的这个社交行为。
特殊教育款增加的确诊个案，2例是和15574例桃园文化局确诊员工为着，分别是伊的妈妈甲共大朋友，也有2例是桃园一间公司共部门工作，其中1人就是感染源，甚至伊的家属15575例早伫前一天就被确认是确诊者，个案公司已经确认80人居家隔离，也有增加1例是因为是有关黑气为着拒绝调查或者是故意隐瞒。那在发病前的这段时间，那可能有其他人因而被感染，会形成防疫的破口，那会处罚6万到30万。特殊教育款业票继续摊开，即马又摊到新竹市，连确诊曝光增加1例确诊个案。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15599例30多岁男性，目伫7月70去过桃园接触2名特殊教育款确诊个案，20主动通报采检了后确诊，目前确认2名接触者居家隔离，所找所在31人自主健康管理，目前采检拢是阴性，相关行政公共场所也已经完成消毒。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北市，来关心台北市第27日时，拍算要开放安亲班甲幼稚园，互5大类的家庭会当去寄囡仔。即马是有补习班的业者出来抗议，问讲当时带当轮着因，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安排补习班的老师注意放射，来恢复补习班会当恢复营运。工作人员喷酒精伫桌啊甲椅仔顶面全部来消毒，防疫假放加免洗餐具啊全部拢到位啊。台北市对27开始，互幼儿园也个科教中心有条件来开放，所有业者拢有先做好准备。只不过甲科教中心性质真共款的补教业，其实一贯关起。补习班跟科教中心还有托育中心，因为立法的关系没有说一次会变成一个混淆，造成补习班被排在外，在维解的这个部分。从而造成了大家的困扰。上面这个是你2秒钟内会感受到半米呼。疫情3级的警戒已经2个月啊，全台湾就小有行业慢慢来被解封，其中其实无补教业，有业者是转到线上来进行，互老师直播来教课，并且安排班级的导师甲学生讲，希望学习莫来中断。添购一些上网的设备、荧幕以及能够线上直播的软体，那我们老师也要习惯在没有学生之下的情况下上课。如果接下来能够解封的话，我们会希望说维持现场上课，但是如果对这个有疑虑的家长或同学，还是一样可以在家里同时观看直播。虽然也未解封，不过应该有的议题设施拢准备好啊。教室内底也另外增设防疫的假帮，并且规划每回做甲线上线下同步来进行的教学模式，用随时来应用。全台有将近20个补教团体指出，相关教育性质的安亲班甲幼儿园拢合课，为安怎补教业袂用的，若是无多方合理来对待，无排除会提出国家回响。如果课后照顾班开了，幼稚园开了，我们的学生是重叠的，我们会不会造成学生的流失？当初他们打疫苗，我们没有打疫苗。那现在又要开放了，又说我们的补习班疫苗覆盖率不够高。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叫不公平竞争。业者强调，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做法，希望说尽快安排老师注射疫苗，并且开放复课，让行业的生活甲学生的受教权莫继续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柚仔文旦是好食佮香，嘛是中秋上较有代表性的季节。也毋过要采收进前，农民爱面对天气的挑战，嘛爱面对病虫害。咱来看农民有啥物款撇步。肉甜接搁济文旦，人人拢真爱食，一粒一粒拢是农民辛辛苦苦顾出来的心血结晶。今年3月、4月，文旦拄要开花结果的时阵，煞拄当上严重的可旱，致使济济文旦树开花无结果。也是结果煞冷气落落来。虽然经过黄霜雨季，最近的危机已经解除，不过农民也得去面对文旦的另外一项威胁——牛角弯呀。果树比较大的，好像是它有这个气味比较好，它的天牛会特别多。为着卖互牛角弯呀幼虫甲歹树根，害文旦树规丛冷气，农民利用因的伫树头的芳内底生卵的特性，用2块棒仔小塔踩在树仔骹。互牛角弯呀伫顶悬生卵，用2块比较密合的板子把它放在一起啊，然后放在果树的树头。母的天牛它会爬上去，它有一个管子，跑到那个板子的细缝里面下去产卵。我们1个礼拜就来刮1次蛋。
另外，大只牛角碗仔嘛会当用电火生来掠，利用简单的工具就通好减少虫害，搁毋免钻药啊来损害环境。接落来，农民搁要面对上大的危机——风台。农民是想尽办法伫风台来进前，尽量减少作物的损失，守护因规年透冬的心血结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3年一考的台南西港挂乡，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这个活动的顶头金狮镇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为着要让更较侪人会当了解这项文化，即嘛有文创的工作者是设计文创商品，嘛有安排 DIY， 让疫情了后来这游览的观光客会当了解这项珍贵的传统文化。3年一考的台南西港挂乡有台湾第一乡的名号。台边举办拢会请真侪信众来参加。西港挂乡的开路顶头，港东里乌顶拿公主宫的金狮镇有900年的历史，金狮嘛是当地守护神。细汉就接触着啊，看阮以前，阮遮老岁你念西楼，阮遮迄个挂乡出顶头。一位文创工作者谢俊宏，注心要推广这项在地信仰，设计金狮的文创商品。毋望利用纪念品的方式，互更较侪人产生兴趣。当初砖头会设计金狮的顶头，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己的砖头。因为谢俊宏自细汉就接触庙宇的文化，所以甲传统金狮由来甲特点，拢包含伫咧伊设计的产品内底。以前经验就开始做茶车师，伊茶车做到讲咱国泰人，原来是蛮有智慧的啦因为咱农村时代嘛农村代希望讲阮的后代会较旺盛啦希望所以用草花做阮的图腾啦所以延续落来到今应该是照考证是有200多年的历史啦所以说用土模做一个狮头的形状，因为骨头开这个片仔加较立体啦甲这下巴安尼会叮当其实除了金狮的文创商品，谢俊宏嘛安排在地社区的旅游行程甲 DIY 的体验活动。希望等待疫情稳定了后，会当向外地民众来认捌因的金狮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丰台要来啊！江浙菜农是趁这2天啊，赶紧收成。昨昏的菜色比普通时啊还阁较济，价小嘛有起1倍。已经要中昼，工人搁咧无用挂油菜。高雄这几天天气无好，有时落雨，有时出日头。听讲搁有风台，趁雨也袂落。菜农请工人赶紧采收遮的油菜甲汤丝仔菜。风台来，也是落雨，无当下雨，赶紧刮下呢。因为烟花风台要来的消息。毋但主管的菜农真无闲，农会集会场人员收会、搬会，搁爱洗菜。这2天送来菜色的量，拢比平常加差不多2成至4成。预计这天可能有将近3吨。白菜、空心、油菜。这今仔日是收较济人啊，比平常。嘿。收较暗。嘿，收较早，收较暗。原底伫雨前1公斤头10块。这2天1公斤起加到20块左右，预期心理较大，无正经遮的蔬菜并无啥损伤着。主管农会表示，只要菜农要挂，集会场拢总会收，送来的菜色拢会急速降温，先甲冰起来。若是风台期间落雨伤着菜色，迄时阵就会有冷冻的菜色通食。记者陈家云、赖伟做高雄报道。民间团体甲立委伫昨昏召开山顶记者会，讲疫情期间厝价颠倒抢悬，其中伫新北市囤厝的数量阁上济，这有可能是造成厝价落袂落来的原因。因是要求政府爱公开这10年资料来推动大的政绩。全国3期境界加上7月房地合一税2.0起果，厝价煞颠倒抢悬。有立委提出相关厝价指数，以新北市来讲，各区拢起价，尤其3英地区厝价因为节温基地受惠，年变动率
达到9%是前几名。高价区块现在来说，可能利润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其实对于这些低价区域上面来说，它很容易，如果加上重大建设，就会吸引到一些买方或者资金布局者的一个转进。青年连2000区拢买袂起，但是有厝通囥的人却愈侪。有立委照财政部最近公布的废徛家用房屋规划统计资料，发现新北市有买7.2万人，是全国上侪，内底国较有7人囤厝超过5间以上。因认为，唔是厝无够，是厝拢伫少部分人的手中。它要有一个历年的状况，例如说，如果用这样的做法，我们如果有可以统计过去10年的状况，养蚊子也不拿出来使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透过囤房税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去做一个处理。基主权团体要求政府应该通过囤房税，嘛爱公开历史废徛家甲徛家的资料。立委嘛认为，就要全力推动社会主体，才通达到基主政治。记者陈阿文调随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国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咧培养新的太空人。因为政府有公布上新的入选名单，内底有出现头一个女性，伊是一个28岁的查某工程师，表现出众，拍败4300个竞争者，互选调。伊嘛是阿拉伯世界的头一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公布2位新太空人的名单，其中满乌头军的是今年28岁阿尔玛特鲁斯。伊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位女性太空人。And I also feel a huge commitment and a sense of how important this is for the UAE and for the Arab world. 伫4300人的名单内面被选出，阿尔玛特鲁斯有机械工程的学位，即马伫个国家石油建设公司做工程师。伊讲自细汉就真爱仰头看天顶的星，对太空充满热情。被选到了。即卖去美国休斯顿的 NASA 太空中心开始太空人培训，伊也趁这个机会鼓励更加侪女性打破现有的限制，实现家己的梦想。No one has done it before you, then just go ahead and be the first, because a person's ambition shouldn't be limited with chasing after a title or checking to see if someone has done it before. 伫咧阿拉伯世界，女性的地位较低。这边政府高调宣传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太空人，外界认为是想要伫咧专业领域增加更加侪女性的代表。这几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展现对太空的野心，推动真侪太空计划。今年2月，阿联则甲火星探测器希望号送进火星的轨道，所落来要伫咧2024年实现探月计划。甲家己制作的探测车送去咧月球，若是计划成功，阿联就会成做伫美国、前苏联甲中国了第4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也来因最终的目标是要伫咧2117年移民到火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世界真心色，来看科技的发展已经改变咱对未来的想象。伫英国有一个发明家最近发表伊设计的电动飞行装。派电动包啊，穿伫身躯，就会当亲像钢铁人同款飞去咧天顶。虽然飞的时间是短短也无介长，也毋过有法度做出这款发明，真正是真牛。电动牌啊，双手套喷射器，这个老兄就安尼亲像先飞起来。这就是进前英国伍德伫个速度嘉年华顶悬，互人讲是有钢铁人的称号的这个布朗林，伊头一摆来出示这款电动版的飞行装。The electric suit has enough power to run a small street of houses. It is phenomenal how much energy you need in a small form factor to get a human off the ground. 布朗林咧讲，因为受到电池甲相关技术的限制，伫个电视进前24小时，电动版的飞行装差一丝仔都无法度飞起来，而且佫比轻油的喷射延引飞行装会当来煞咧飞4分钟。目前电动版的飞行装干那会当飞几秒钟啊尔，就算讲是安尼，伊嘛认为讲未来还佫有真大发展的空间。It's the beginning. As battery technology gets better and better, it will get better and better, and we'll see where we get to finally.
2017年，布朗尼实现更替人的梦想，成功发明飞行中。这几年来一直咧测试改良，嘛写下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飞行纪录，高度上界悬会当飞到3658公尺，接近玉山遐尼悬着。另外，布朗尼嘛真侪摆甲军方和救援单位来合作演练，希望会当把这个飞行中应用伫个相关的任务顶悬。未来电影内底更替人出面来解救危机，真勇敢来救人的情节，凡说嘛会当伫个真正日常的生活来实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伫中国开会是决定要甲英国利物浦的世界遗产这个资格摕掉。委员会委员是讲，因为利物浦饼式的开发已经上过头，但过这个理由引起英国人的不满。摇滚乐团披头士的家乡伫英格兰西北海岸的利物浦，18、19世纪是大英帝国重要经贸中心，一寡历史建筑地标的所在。不过今年6月，世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布拉姆利摩尔码头的利物浦水环计划，也甲艾弗顿卡球队新起的球场兴建案，破坏着规座城市的真实性甲完整性。21日伫中国福州所举行的委员会议，以13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将利物浦为世界遗址名单移除的提案。这个遗产的称号，毋代表会当得到联合国的保育基金赞助。对于观光旅游来讲，佫是一大卖点。拄名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利物浦的民意机构加英国政府，拢对委员会的决定感觉非常的失望。利物浦自由民主党领袖坎普讲，这一天是利物浦的体育日。A city changes a lot in 1 year. Any city changes a huge amount in 10 years, in a decade. We wanted UNESCO to come to the city to see the huge amounts of investment that we have put into heritage. 提案通过了后，利物浦将为1978年世卫名单设立以来第3个予人除名的地点。头2个是阿曼的阿拉伯林永保护区，也甲德国的德勒斯登伊百合谷。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天气报道在提醒乡亲风台来啊，中度的风台烟花再起速度有变较紧啦，嘛已经转弯向北部行。今日会挖进咱台湾，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的雨势会愈来愈大。气象局已经针对9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若明仔下昼风雨就较点，要搁风台离开了后，会引进西南气流，水气会增高。中南部爱细致上大雨，嘛爱提早预防灾害。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